哥林頭15:57嘅經節讓人講到，但係感恩對上帝，但係感恩對上帝呢，因為佢接下講，已經佢本了一個特性嘅路，在耶穌基督嘅內中，但係在耶穌基督呢，因為耶穌基督當之是。而在十字架總結束了，係咪結束呢？已經演嚟取本佢擔起了在十字架，透過佢嘅死頭嘅復活，一切人類嘅取本佢收壓了，結束而樣。Makanya lihat di Korinto 15:57yang講自家啲，而家係感恩對上帝在耶穌基督嘅內中，因為佢本是個特性咩？特性對呢個罪惡嘅方面，特性對呢個死亡嘅方面，而呢個在耶穌基督是個特性得到永久嘅生命，因為一切耶穌是個解決了，一罪嘅方面本佢擔起了，本佢一切本佢處理了了，是個做乜？聽見打開心，信任耶穌這個救主是個特道嘛，咁樣是個特性，阿門。